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啦，手机应用程式用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， 按萤幕正下方圆圈那个键，说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。那么二难呢，如谛听啊，我成佛威，就是呢，把佛的威力啊，用把它发挥。先说呢，金刚王，那个金刚王啊，就是我们佛性本体，我们佛性本体呢，就是金刚王啊，我们都有，每一个众生呢都有金刚王，如幻呢不思议，它呢如幻，我们要了解说呢，我们那个佛性本体。非常奥妙，什么样去想去讲，都没有办法把它呢，描绘得出来，如幻不可思议。那么佛母啊，真善美，佛的母亲，真正的正定，就是呢，从我们那个本性啊进入，如闻为成佛，一入呢秘密门，为成佛一定为成一位佛，所有佛成佛的法门啊。一切的秘密门，欲肉呢不先持啊，细闻成功。假如说我们那个完成的这个欲望，那个想要的心啊，那个肉呢就是烦恼。我们呢不把欲肉先除掉的话，细闻啊成功，就是听得太多，去得太多了，就会变成呢过错，耽误我们自己。那么将闻呢持佛何故呢自闻闻？这个将闻呢，就是将我们的本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，将闻啊持佛法，就是讲将我们的本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，那何故呢自闻闻？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本性啊来闻自己？就是用我们的闻根来闻自己的闻性，自闻闻啊，自己呢还有自信，闻非呢自然生，这个闻不是自然产生的，音声啊有名字，因为声音啊才有名字，就是音言卦，因为有声音啊，那个声音的产生呢，就是因缘际会，因缘际会才有声音，有声音里面呢有这个名词，然后弦闻啊以生脱，我们旋转我们的闻性，